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金禧花園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同埋盤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，佢係緊廚，有雪櫃、洗衣機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對住就係附近嘅樹林，同埋望到遠處嘅山景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後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佢有3邊窗，特別光猛，對住係附近嘅樹林，同望到遠處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一樣係有3邊窗，對住亦係附近嘅樹林，同望到遠處嘅山景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，或者比較附近嘅租盤買盤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